葉，耳仔邊，耳仔邊，有時放左，有時放右，啱唔啱啊？第七頁，耳仔邊，有時放左，有時放右，有咩特別呢？大家觀察下先，我俾時間大家望下。放咗嘅幼啲，邊個有啲啊？邊個位有啲啊？邊個位幼啲？哦，放咗個有啲。邊個係細啲、大啲？啱啦，嗱，觀察得幾好嘅，不過係講得唔係好準啫。嗱，第一嗱，我簡單同大家講，左右有咩區別呢？放左邊，通常前提下呢，第一筆會咬出啲嘅，即係第一筆嗰個短橫長啲，然後將呢度下邊呢細啲嘅，係啦，你哋可以分開寫嘅，即係上邊呢個大，我特登刻意寫啦嚇，上面大下邊細，然後呢個樹同啱啱嗰個單人邊雙人邊差唔多，都係用幼啲，用垂路樹用掘嘅，明唔明啊？用垂路即是用掘嘅，擺左邊係咁啊，擺右邊，啱相反，咩意思呢？擺右邊就上邊細啲，咁就記住佢啊，永遠有個大肚腩，好似我咁有個大肚腩，上邊細，下邊大，係啦。擺左邊咧就上邊大啲，下邊細啲。個樹可以係掘嘅，亦都可以係尖嘅，可掘可尖，即係可以用垂路，亦都可以用圓針，視情況而定。咩意思呢？如果咁巧你嗰個字有個右耳旁，係你成版紙嘅最後一個字，或者嗰行字嘅最後一個字，咁你可以盡情啲啦，寫成尖嘅。如果佢喺中間，咁個溫馨提示用掘嘅會好睇啲，好唔好？啊，明講嘛？用尖嘅，佢會係最後一個字，無論係一行定係成篇，最後嗰個字你就可以用尖㗎啦。用尖嘅時候係咁樣，用掘就擺任何位置啦，係嘛？你最尾個字我寫掘都得㗎，冇錯嘅，好唔好？好，停一停。